看到这是嘉义县一个50岁姓的庆炮通缉犯，早起时7点钟送囡仔要去幼稚园的时，警察老早就米咧遐等伊，规个窗外来，甲伊压起来，压倒伫涂骹。迄当时拄啊好嘛是上课的时间，一寡时大也有囡仔拢惊到要死，另外有囡仔惊到骂骂吼，也准讲有人是咧相拍冤家路者。相片铺伫人民册社团，引起到一寡网友讲，敢有需要安尼？ 伫乌石安全无爱查甫人，就是50岁姓的通缉犯。昨早起7点外送囡仔去幼稚园，伊伫学校门口先甲车停好，囡仔就徛伫边啊。伫附近等伊真久的警察看到人出现啊，就随冲过去，甲伊压倒伫涂骹扣起来。马上就有出来安抚家长，他们在这里嘛，我就马上说啊，小朋友啊，不用怕，赶快走啊。 代志发生伫19号，嘉义县埔子一间国校的附设幼儿园。迄当阵是去学校的时间，真侪家长拢带囡仔入去学校，看到掠人的过程，拢惊一个眼气。有囡仔因为好现，一直挖头去看，嘛有人徛伫边仔，叫是有人咧相拍，翕相抛起人民册社团，引起网友的讨论。烦恼互囡仔亲目睭看到爸爸互扣起来画面，对囡仔会有无好的影响？伫学校门口掠通缉犯，嘛有可能会互其他的学生惊到。 小孩子是用哭的，我们有联络辅导师的，辅导师叫我们这几天先观察看看，严重的我们就是要介入辅导。经警方澄清，该案是查捕逃犯非打架事件后，那原po文民众已经将该则讯息下架删除。 负责带队的姓严的所长讲，因敢是姓的通缉犯已经真久啊，本来是想要趁伊载囡仔去学校了后，才过去甲伊抓起来的。嘛强调抓人的时阵，无入去学校内底，规个过程拢是合法的。不过伫学校门口抓人，加减也是会互人惊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